东纵谷之旅，华东纵谷景色这么好啊，拍得好哦，可以拍得这么好，华东纵谷呢。哦，拍影都拍得很好。哦，拍得好美啊！哦，太鲁阁了，东西文化公路入口，太鲁阁国家东西文化公路入口。哦，东西文化公路，入口。哇，优秀，拍得好美啊！哦，拍得这么清楚啊！优秀。哇，好美，可以拍得这么清楚哎！哦，优秀，爱享佛堂的人才，优秀。哦，优秀，华东纵谷之旅。